哋見到香港今年9月推行嘅國民教育科，應交俾中國共產黨黨員去撰寫課程，呢一種損害香港核心價值、損害香港一國兩制，容讓中央政府干預香港教育嘅情況已經出現。我哋呼籲各位市民一齊嚟反對呢一科由中國共產黨黨員撰寫嘅國民教育科。我呼籲各位市民一齊嚟反對呢一科由中國共產黨黨員撰寫嘅國民教育科。當我哋見到我哋香港嘅一國兩制，當我哋見到西環治港影響嘅唔單止係政治層面，當中聯辦唔單止係影響種票選舉，仲影響埋香港嘅教育制度，容許共產黨黨員撰寫課程。我呼籲各位市民喺今年喺7月1號上街反對呢一科洗腦嘅國民教育，捍衛思想自由，反對染紅教育，正正我哋心中所想所求。